主厨好说哈，你个阿龙哥啊，吼，煮个嘛个米浆料理。基本嘢啊，当简单，你下豆腐啊，你下豆腐切好，买十個咧切下竹筍吼。哦，也係乜嘅筍？馬竹筍。麻筍，你還給也幾麻筍東西呢？好像發育不良。冇計條，我切。啊，難怪啊！我想講麻筍咩全部都動太雜誒。我哋有啲啲嘅甜甜。哦，跟你有冇用綠竹筍哦？綠竹筍它貴哦。沒有。食材費不夠是嗎？沒，因為啊，我後嚟免簽你啊寒潤啊。我加個質地冇嘛重要。因為綠竹筍啊，你做得啊，綠竹筍啊，我自己賣之類啦，嘟嘟賣到沒有彎腰的，全部直挺挺的，算呢。也係切成係嘛？哎，這樣用好嘛？好。冇寬。哎呦。我哋一切。嗰種嘢也燙過。冇，我哋要燙甜甜。哦，你要竹筍啊，嚟洗濕一下做對。哦，你啊，因為用台灣芹菜又係米嘅芹菜未做得。嗰種要切樣誒？切中發。呀，一出係要用火嘅是吧？係用火。哦。我哋就用泡啦。泡乜嘅？因為豆腐係。嗰種前面用嘅豆腐係蛋豆腐。對。蛋豆腐還有泡哦，它唔會變形哦。比較紮實。比較紮實。因為高粉呢，咪高粉呢，所以你做得。我來準備3條啊，強大的，我切2/3做得嘞。切嘢就可以，讓我1開3，好唔好？好，1開3。係。哎，你還少一樣東西。乜嘅？豬絞肉。有。啊？係啦，豬絞肉佢等下做出來嘅。係嗎？而家服裝，我哋啊先嚟濕哦。唔比哆啦 A 夢還啊厲害啊！厲害！哆啦 A 夢叫嘅褲胎嘅拿得出來。你唔是啊？我哋講誒，要乜嘢？幾時會？等下時會出來咧。就聲控就錯嘅。誒，你啊竹筍人入埋係濕個，因為竹筍啊，了解啊，買竹筍基本係苦掉啊。哦，你濕個啊，幾點嚟炒啊？係咪係夾？哦，你啊。你嚟濕一下，我哋啊準備係腰，你腰係下管掉嗬，啊芒果掉。你全部切好嘅哈。誒，我哋啊準備餐巾紙。而家最好啊。水先攞佢傾睇，就唔會皮皮薄薄。安全啊。唔講啊嗬，有人用嘅麻筍啊，嗬，加一前面也剪咗嘛。唔講哎呀切來，俾我煮啊，你唔會撈到去變濃時。誒要長呢嚇，要長。誒，豬絞肉出嚟，厲害。好，係幾味啊？手腳還慢，一下子表落去。如果你剛才那一招哈，適用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哈，那該有多好？聲控哈，聲控。對啊，我現在說我要一個猛男，馬上就有猛男出現了。我出現了。哦，拜託。這兩個都沒 feel，完全沒 feel。我手會去撈這個油。你不要逼我。我沒有想到，你給阿龍哥還有小虎全部想要當我心目中的我哋還沒等我用呢。呢個做豆腐啊！做豆腐，他養做豆乾啊，嚟講。一片嘅哦，東南邊。
豆腐啊，快也不好好变嘛。冇，因为咧底下香的啦。我看啊，有破洞器啊，最好是腌的炒锅。炒锅。您讲诶，必先利其器呀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哎，我是故意考你。填充体验嘛。这是猛男的一个特征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啊，鸦片呢？鸦片往后嘛。水煮都强强的。哦，这里来关下去。像那豆腐啊，你看破狗啊，当好些。来做老皮嫩肉的一个基底。两面客家的传统的一出菜吼，然后就安尼网头酱啊，炒安尼豆腐啊。哦。还有酱吗？冻酱哈。哎，冻酱。酥酥脆脆的。懂得厨师啊哈，他的那一个职业寿命不长，就会引他就这样子翻到最后这边了哈，韧带发炎。可是这个呢，这个问题对我猛男来讲是不会发生，不会发生的。客家的传统的一出菜吼，然后就安尼网头酱啊，炒安尼豆腐啊。哦。还有酱吗？冻酱哈。对，冻酱。酥酥脆脆的。好，来两片冰豆油。好，我们是调到按手好嘞。再过来，来猪脚肉。咸炒，来煸一下吼，来看下豆腐，来豆腐，做下米酱啊，米酱，来，你系米酱，用下炒，那个咯，蒜头，米酱的功用，两道腌制的东西啊，来炒一下姜袂下香，来蒜头、辣椒，哇。啊，来，米酱啊，迄咪一样的食无共用，迄因为佢冰的个时间无共用。有禁烟的，有口烟的，有2烟、3烟的，甚至有。哇！哎呦，烦啊！伊哦，跟米西很香哦，有那个锅气。锅气啊，您讲诶，如果做，我反而有锅气啊，有冰下都是有锅气啊，冰多掉啊，是不119？对，3麻烦。油冰都唔拉，跟下个波动嘛。好，这个我们的笋子。好。爷爷技术啊哈，唔咩豆腐卡嘅家庭主妇做会多，伊给我嘅当葱啊，所以我冇听出，没冇办法按用饭。职业病。职业病。不过懂得厨师啊哈，他的那一个职业寿命不长，就因为他就这样子翻到最后这边了哈，韧带发炎。可是这个呢，这个问题对我猛男来讲是不会发生，不会发生啊。哎，你阿龙狗呀，哈哈哈。来表弟调油。要一直提醒大家他是猛男。来拍胡椒粉。水。哦，淡。姜。盐按用一系列就好呀。对，因为有调油啊。调油，然後要米醬咩鹹嘅。係啊。湯。我感覺生控真好用，喺鹹白會上到西葱生控，我西葱生控鹹白基本係唔愛來。豆腐不用一起燒嗎？哦呀。要讓它燒入味嘛，對不對？呢邊啊，唔辣辣。哦。嚇，你還記得就唔辣辣咯？
发现你假的，喺上摆看到一张妈妈，哎，不用动刀，不用动刀没烂，当酱吼。哦，这个属于动油滴的哦。按家就做甜粉的哦。对不对？你甜粉啊，它来捞去再个烧一下。好，来水梅，加啲嚟香油，安个嚟啊，葱花。葱花。哦，我也想象啊，加这个较澎湃的话，个边的一点的蚵的个哦。这就是猛男的一个需求吗？必须要的。不管用就当好的做菜的啦。不过好煮成也这样用，你看到马家车就会开始想象延伸。好，来，真是做得嘞。今日老大家做的网条丝炒豆腐。到晒喽，谢谢你哦。烧豆腐，葱诶、辣椒诶、芹菜、蒜头切幼幼诶，金针菇切一节节的，竹笋切一片片的，豆腐切一堆堆的。竹笋先捞爆一汤，再抹按糊，用190度的油等豆腐炒到金黄色后留起来，再用猪脚肉、米浆、蒜头、辣椒诶、竹笋、豆油、拍胡椒粉、水、金针菇、盐、糖，炒炒啊。先要填炸好的豆腐放落去，再填掉的粉呢，再放掉的香油、葱的调味，安尼做成中盘爽作喽。